上 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。明白，你是先弄一面那种，还是先弄往上那种？先弄一面。弄一面啊，4下3上左冲3，我也学过。小时候，这都小学玩的。你多长时间？1分钟是吧？行，你先弄吧。我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个20秒。行，20秒复原。3上左3上下右上中下左冲3。你说啥呀？这个秘诀啊。啊，左3右上。中下右3、2、3，这都是背的秘诀。小时候，你呢？你是凭这种逻辑思维是吗？也不是。你好了吗？太慢了吧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对不起，太慢了。行，你一会儿给我表演。太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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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慢了。让你看看什么叫差距啊！紧张了啊，紧张了啊！完事儿了哈。多长时间是吧？我给你表演个20秒，最多20秒。我不需要睁眼睛的。好，开始啊！怎么样？所以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没说能还原是吧？对，我20秒就是保持它一个五彩缤纷的状态。不，不，好好学吧，年轻人。